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传统的无线电只有发送甲接收的功能，不过现主时已经进步到数位化，加了定位等等真侪功能，所以永美工程为了提升咱市消防的救灾通讯能力，特别号召侪企业热心捐赠，着面温馨。有一支好的无线电通讯，伫各种灾害抢救是袂当欠缺的装备。不过传统的无线电拢只有发送功能，不过现在已经提升到数位化。若要到外关市资源，就一定爱加上这款除了信号较清楚，有定位等的功能，大大提升救灾安全。各县市它其实会有它独立的使用的无线电的数位模式，那它这一支几乎都全部都相容，这样就是说它可以支援我们去跨辖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做互作通联这样子。最大的特色，它除了本身具有 GPS 定位的功能，因为我们有时候像那种大型的灾害搜救的时候，人会分发在很多个地方，那分发在很多个地方的时候，它会有。你可以很有效的去管制你的人员在哪里，它每次发射出来，它都包含它的定位讯号，它的 GPS 的定位讯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功能，假设人员一旦它本身上面都有一些紧急发报的部分，假设今天这个人不小心或者晕倒了，或者让他说这台机器倒了，因为带在身上本来是直立的，假设它倒了，那它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声。那警报声它会持续，警报声它发送之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恢复或者没有把它解除掉的时候，它就会无线电它就会发射出去。对，因为咱市所谓无线电的资源不足，所以英美工程就号召一企业共同来捐赠30组，上午正式举办授证仪式。了后，就将提供给技校特殊中队的救灾来使用。等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日前有新众人士到诊所看病，却因为违规停车被拖掉。迄当时有拜托警察用罚单来取代拖掉，不过警方依照规定也是进行拖掉。下晡多位新众人士由议员李文正陪同召开记者会来表达心声。在议员李文正的陪同之下，侪新众人士借着记者会来表达因的心声。因表示，台南市取缔违规停车，虽然有广播提醒，但出去刷车拢袂赴，已经脱离现场。对着行动不便的人士来讲，增加到拖吊场领车的不便，所以因希望警方伫咧执法过程当中加一寡同理心，以开罚单的方式来取代拖吊。来看到车要拖的时阵吼。伫遐大家苦苦甲拖吊的哀求啦，结果吼，阮也无效啦，迄个咱文在遐伊有若伫现场，伊讲我都罚款不要紧，毋过我行动无方便，是毋是莫阁互我安尼遮尔寒的即个暗暝风遮尔透寒流，我毋免阁互我走去安尼行动遮尔无方便，阁走去到拖吊场阁来领一只车。结果有若车游玩甲拖转去咱感觉讲安尼，互咱听了实在真心酸啦长期以来，接到咱足济，拢是咱身上朋友反映讲，咱迄个警察先生有好心的，嘛有咱根本由于即个拖车的问题，造成了咱足大的困扰啦就是讲，咱即摆车停了后，因为有可能就是他要去就医，还是讲要去遐买一个物件。等一暝尔，无偌久出来，结果车向拖去啊！我感觉讲这做不合理的来讲，因为咱即摆迄个车辆身上车辆上面都有一个识别牌，你没有行动不便，现在市政府没有办法发那个识别牌给你，咱车辆是身上，但是你爱行动不方便，伊才会当迄个识别牌互你，所以伫车辆进前顶管拢有即个标示，所以我希望就讲，咱警察先生啥人拢无发到即个问题。我感觉讲，伊本身就是无方便，因为伊今仔日较爽啊，即个交通的问题无法度解决，伊根本上出门也无法度。
对此，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执法单位只是依法行政，所以因也无法度帮忙。但对着新疆人士的建议，因会再进行讨论，而未来也考虑伫医疗院所的门口围设停车位，来减少民众的不便。但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为了建立民众正确的预防甲应变观念。安平区公所特别甲市府灾害防救办公室合作，举办安平防灾特展。上午开幕仪式，佮特别伫户外广场安排防灾器材展示甲操作，要互民众用简单趣味的方式学着防灾知识。安平区公所甲市府灾害防救办公室合作，上午伫区公所头前广场举办防灾教育特展开幕仪式，同时现场佫有设置动态的展览区，带领民众体验互动，学习防灾相关知识。新年度的开始，安平区公所的赖区长就非常的有创意，办了一个防灾的展览会告诉我们从新年的开始，我们对防灾的工作都要非常的小心，然后来提高自己的自我防卫的能力，看看我们的防灾的这个小礼物。所以说，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乡亲朋友，防灾随时要做。那我们台南市政府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年的一个 logo 就是社区防灾 Easy Go。居家生活 Safe More，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轴，也能够透过这么多的小朋友来一起做好我们防灾的工作。为了鼓励民众将防灾的观念彻底落实，并且向下扎根，区公所也特别设计防灾的锦囊妙计甲开关宝典，提供民众伫参观过程一寡提示，然后借着每一个无同款的防灾主题来学习危机判断甲应变措施。灾害不是他会选好天气才来，他也不是会因为你不忙的时候他就不来，就像那一年的0206一样，是不是？他就选在大年夜那一天，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就选定这个，然后办一些有体验的、有小朋友的，或者是像现场的一些体验区，就让大家知道说，原来防灾也可以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玩得很快乐。现场包括有消防机车、甲器材展示、CPR 甲 AED 操作、农业体验区，以及地动撇篮等等的摊位，让民众透过实际体验，为过程当中了解安怎提前预防，也则是做出正确的判断。走。哦，好，姿势是这样子。好，来走。我真吵哦！我头只伫内底，就是即摆伫遐一直行一直行，我即摆总是直直要行咧哦。我即摆真正看了无？通拄好是拄好一拍电话，知影讲活过来，真正有影。这场安平防灾特展将一直展到8月底为止，地点就伫安平区公所1楼区境艺廊，欢迎民众借着展览累积防灾的知识，以随时做好准备，将灾害所带来的伤害降到上低。咱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咱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学看日常生活当中要小少问的客家话，到底爱安怎讲？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好多观众朋友都感到好奇跟新鲜好玩呢。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什么有趣的单元呢？係啊，客家人係當有禮貌嘅出拳咯。你根本嘢就係老大家先來講上家門嘅客家話哦。哦，什麼是上家門呢？上家門就係門後嘅客家話啦。哦，好，這個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來幫我們觀眾朋友問，早安客家語要怎麼說呢？門了好啊，客家人走神頭看到人就會講按位做。按位做，錯啊！
按歪走就係好多人講嘅較早，反而講早安啦。那午安跟晚安呢？客家人只有自己早晨嘅時間嚟會講按歪走，其他時間啊，避免出沒貼片嘅講法，貼片粗啲啊講，大部分就會講你好。早安客語要說按歪走，其他時間就說你好。所謂民以食為天，那客語的吃早餐要怎麼說呢？吃早餐啊，客家話就會講食早。吃早餐叫食早。那吃午餐呢？吃午餐啊，客家話就會講食煮。吃早餐客家話叫食早，我能理解。那吃午餐，老師為什麼變成吃豬了呢？講到呢邊，大家有知道人哋客家話當文啊嘛？反而講白天稱作粥，晚上稱作鴨。不少吃午餐，人哋就講食豬。原來是這樣哦。那吃晚餐呢？吃晚餐客家話就會講食鴨。等等，老師，你又把我考倒了。為什麼吃晚餐又叫做吃鴨了呢？錯吧，頭先我有講到二十頭按到豬，按補頭按到鴨，故說吃晚餐就講食鴨。哇，老師，客語真的好好玩哦。那問候語是上家門，早安是按歪走，那吃早餐是食早，那午餐是食豬。那晚餐客家話就是食鴨，錯啊！人哋客家話真嘅當文啊，問候語人哋就會講上家門，早安係按歪走，吃早餐係食早，午餐愛講食豬。晚餐客家話就講食鴨。哇，小鄧老師，我發現客語生活用語真的很實用哎。那如果我要說謝謝你，客語要怎麼說呢？小晴嘅發音當好哦，客家話講謝謝你有當到種嘅講法咯。人哋最接談到嘅就係講什麼你，苗栗帶天氣就會講按紫色，南部嘅客家人就會講倒車，中部有的客家人就會講落來。哇，原來光是謝謝你就有這麼多的說法。係呀，離島人不乖啊，有的人就開玩笑講學客話時節講謝謝你啊，佢就講羨慕你看仔細，真的是無傷大雅，學客語的好方法哦。係呀，語言係溝通嘅工具，當然是最重要。那小鄧老師，我們學會了客語謝謝你的說法，我要回說不用客氣，客語要怎麼說呢？不用客氣，客家話就會講唔是客氣。不用客氣，客家話就是唔是客氣。講定啊，人哋好好自家。客家學堂基本嘢就講到呢咯，以下我嗱啲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拥有将近100位成员的完整阵容的国家交响乐团，伫个10档后再出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
而且难得的是，这摆除了现场精彩古典音乐演奏，佮结合电影画面以及讲电影故事，要让民众有无同款的享受。记者会中播送百日告别这出电影片段，加上知名电影评论蓝主委来讲电影故事，搭配钢琴家卢易之所演奏的肖邦练习曲，就是要共同来宣传那些电影院这场电影音乐会。主办单位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表示，当电影加入音乐以后，这当真正打动人，和观众一听到就充满回忆甲故事。那最近非常流行，就是电影跟交响乐结合在一起，但是演出的都是为了电影而配的、而创作的交响乐曲。那这一次我们跟反市场的操作，让大家知道古典音乐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作曲家为了电影而创作的作品，那些作品后来都变成古典音乐的经典。那近年来也有很多导演在他特别的构思下，他把古典音乐再放回了电影。那我在这边呢，不能班门弄斧，因为蓝祖蔚老师在这里哈，那我就闭嘴。不过这次真的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推广音乐会，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国家交响乐团来台南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这摆伫课程科技独家赞助之下，市府文化局嘛大力推荐，邀请大家把机会。团应该是台湾这个，他如果说他不是第一，就没有人讲他是第一，他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乐团。那这几年呢，其实有一些节目他们是单纲演出，那但是如果像这样子有 NSO 是自己挂名自己做的主办巡演的节目，倒真的他们都没有来过。1月21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所上演那些电影院，到时将近100位完整编制乐团，要予市民上界震撼的演出。电新闻军职郭博义采访过的。后个月就要过年啊，有随后一地中心应景推出的年节礼盒南枣核桃糕，虽然每一档的销路拢袂歹，不过今年到即马也阁无啥订单。中心行客到最后，青年顺手工制作的卖付交货，所以呼吁有介意的民众爱赶紧预定。这群身心障碍青年，卖看因拢真熟练咧包装南枣核桃糕，其实每一个步骤拢是不断练习才有法度完成的。嘛，因为因辛苦的付出，加上随后异地中心坚持用料甲品质，包糕饼一推出以后，真材实料特别受各界肯定，一档一档拢热销，成为因年节所推出重要的伴手礼。当然嘛，因为顺手工，所以有介意的民众固定来紧，也无因惊袂负责。核桃糕在我们瑞富益智中心做了已经是5-6年了吧。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选这一个？因为它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很容易经验一直累积下来，所以现在他们越做越快，然后越做越好。然后这个品质上面是我们从头到尾，从原料到煮出来，那这个也是我们很有信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回购率也很高，这也是加强我们的信心的部分哈，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的哈，真材实料的。中心强调，当消费者买任何一项年节的产品，主要是加一份爱心，对这群青年的鼓励，其实嘛是互因有领出奖励金的机会，成为照顾家己完成梦想的第一步。我们的大朋友们，他们做已经上手的之后，他们像说他们的收益的部分，他们
增加他们的奖励金的部分，他们也达到说他们可以去规划说他们怎样使用这里啊。像我们前几个月才去做的那个雁行计划里面，他们就去安排说要去做了2天1夜的旅行。那这一次的旅行，他们也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不用再跟家里的伸手啦，或是请社会大众帮忙他们啦，都没有，因为他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能力。用这个东西用他们所赚的，他觉得很有成就感迎接过年，嘛希望民众在选买伴手的同时，嘛当想着来预定这群青年的手做点心，传送爱甲希望。第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知名酒店推出冬饮美食节，同时结合爱心公益活动，鼓励民众只要伫每礼拜3公益日捐出20块，互社会福利公益团体，得当用600折的优惠来品尝美食，佮减做爱心。伫个闹热欢乐的日本舞蹈开场之下，大同中营酒店推出2018新美食餐点冬饮美食季，不但有各种食材所制作的精致餐点。也有一日本才有的甜点，亲像是大福以及长崎蜂蜜蛋糕等等，兼具美味甲视觉上享受。饭店除了希望会当提供上界丰富的美食以外，同时也邀请前来消费的顾客会当做伙从事爱心公益活动，所以特别邀请了玛利亚基金会爱心家园的这大朋友小朋友做伙来参与，推出了伫咧周3公益日，只要捐20块，互玛利亚基金会爱心家园会当享受到600折的公益优惠介绍。台糖长荣本时的公益企业的一个理念。我们在今年的2018年一开始，我们就跟玛利亚基金会一起合作。那我们希望持续的推动，协助弱势团体，那结合企业的一个力量来帮助他们，来度过我们这一整年。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年的一个日本美食节，我们所有台南乡亲的一个力量，来帮助我们的一些弱势团体。玛利亚基金会爱心家园也伫咧会中大大学了大同中营酒店登记做公益的善心，并希望会当有更加侪消费者共同来参与，做伙轻松食美食做爱心。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很荣幸能够成为台糖长荣桂冠10年来的第18个的一个合作单位。那其实长荣桂冠的这种用公益来结合的一个用美食来结合公益的一种捐赠活动，其实对社福单位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助的力量。那希望呢，长荣桂冠酒店的一个生意能够蒸蒸日上，也希望所有的一个民众都能够来支持，能够就是一面吃美食，一面做公益。对2008年开始，大同中营酒店公益日的活动，至今10档，已经募集了293万的爱心善款。业者表示会持续这项公益活动，来帮助更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3度到20度，袂凉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加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